香港我哋一直生存同熱愛嘅地方，但呢度好多嘢都慢慢開始消失。我哋冇大台，冇資金，得幾對手，同一團火。港一 IC News，I 就係香港800萬人，亦都係香港嘅800萬對眼睛。C 由我哋帶大家睇不同嘅香港。News 呈現最新最不同角度嘅香港新聞，同你最諗唔到嘅香港另一面。為民請命，抱打不平，就係我哋嘅理念。你報料，我哋跟進，呢度係你哋獨有嘅香港聲音。你嘅聲音，我哋幫你講同表達。我哋冇大台，但有真相；冇資金，但有熱血。路難行，我哋一齊行。你哋每個訂閱同支持，都係我哋一齊行落去嘅動力，一齊尋回屬於我哋香港嘅味道同新聞道路。我哋就係你嘅聲音，就係獨有嘅香港嘅眼睛。